大陆男星邓超跟女星孙俪在2010年结婚，育有一子一女，一家4口感情融洽。爱家的他也时常趁工作之余，带一家人四处游玩，非常注重亲子时光。而他近期因为在外拍戏，很少有时间回到家陪伴孩子。4岁的女儿小花因为太想念他，还特别传讯息给他，让他看完后忍不住哭出来。邓超时常在微博上分享一家趣事，他昨天25日也贴出跟女儿的对话记录。女儿因为太想念他，传讯息问他什么时候回来，还说自己因为太想他，做梦时爸爸妈妈都在梦里，却因为找不到他，都哭出来了。之后用 iPad 打电话，他也没接，让他看完这段童言童语的告白后，都忍不住哭出来。不过，邓超的女儿也相当懂事，体谅爸爸正在工作的缘故，表示爸爸在工作，大家在工作，下班给你打电话，十分贴心，还跟爸爸约定，希望爸爸在做梦的时候可以打给他，看得出父女间的好感情，也让不少粉丝相当心疼他。